台南市政府教育局上午伫新南国小举办台南市2021年总统教育奖的颁奖典礼，由市长黄伟綽公开颁奖，表扬17位的得主，并且肯定因杰出的表现。今天非常高兴能够代表台南市来颁发这个获得总统教育奖以及分发向上奖的我们台南市的代表，总共17位。那真的是内心无比的欣喜，因为这都是台南之光。借着他们努力向学的过程，能够激发，而且能够鼓舞我们所有的同学，大家能够努力来向学。其实教育是翻转自己命运，或者是改变社会阶层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程。那我想，在很多人人生的道路并不是很平顺，但是能够展现许许多多努力奋发向学的精神，这是值得我们这个大家表彰，而且值得肯定的事情。市长伫个致辞时表示，今年因为疫情的影响，真侪颁奖的活动拢取消。不过，因为总统教育奖有鼓励逆境成长的囡仔向上来学习，今年台南市初审总共有17位学生，有8位特优，9位优等。其中台南特教学校的张雅芳、桂林国中的黄佑生，加大成国小的杨义新，更加获选全国总统教育奖。我们雅芳同学从小失去双亲那跟弟弟相依为命原本被安置在马二甲教养院那因为年纪的关系两位必须要分开安置了分开安置，那所以跟弟弟就分开安置那雅芳从小就有一个心愿他希望以后能够出社会工作赚钱然后买房子跟弟弟以后一起住那这个有这个想法真的是不简单雅芳同学在我们学校表现是可圈可点除了把自己的工作做完之外他还帮助一些比较弱势的同学比如说肢体不便的或者是无法生活自理的同学中午帮忙喂食啦然后或者是用餐碗的餐具都会帮忙整理那如果有一些班级需要小帮手的他都会主动的来帮老师做一些工作或者是照顾同学的情绪这是真的是非常不简单得奖总统教育奖，得到总统教育奖，然后非常的很开心，然后感谢谁？然后老师们对我很好，很谢谢老师，一直推荐我总统教育奖，谢谢老师们。3位脱颖而出获选全国总统教育奖的得主，将伫8月20日到总统府来接受表扬。伫8位特优当中，其他5位嘛荣获总统教育奖的奋发向上奖。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